抑郁阿妹。啊，这个让我上上网有没有安利的钱？有啊有啊，还是原来的价格3000块钱。那你帽子多少钱？我是搞7万。你那舍得个价？像你嘞，收买汤了、杨梅过了，啥都不拍成。但是你一定年纪，自个不对自个，还没会等少年来对你喊价。那个好不骆驼个什么子价？就是西藏高海拔的虫草啊，我们现刷现卖。那个么子等个吃出来灵得不得了。一包的话放5根，这一包多少钱240。哎，对的，还有来100吧。哎，想臭的呢。关键也口味个样，吃一根送菜，还2年天400分，吃一顿以后，还一个地方不拉汤。你要讲是西个，人是活的，可能哪行太当着。那么娘，我先走去太大。正好今天炖出来了，戴姐给你弄点尝尝，不要钱的吧？免费品尝。那阿爷吃，这个呢就在只管真的，我毛子的知道的。这样子那个光，兔子那个福，现在一个免费品尝感觉走啊。我养出来带一来，送来问吃过，我何须的对台讲男人，那天张张刀。这个就是我们炖好的燕窝，每周派送到家里面。刚才来请我吃以后啊，我请来吃中饭，风雨鸡蛋子。那个两户来过知道是吧？从明天开始太大出来个冬天，没好医药，请进。你都来了贴工资，可能也差不多。人家3个字的，我认为他们没豆腐哪做不得动沙窝？长熬的才是我个粉丝。你吃子马上走吧，熬的我一年来等吃了。你到来吃米干？来吃米我来吃其他走了。提起一个铁公鸡啊！那个身子啊，提几个？啥子的？这个铁公鸡现在收这是谁写的？别人搞到铁公鸡为3岁的辰光嘞，我还把根部买来，你从来不3岁的。谁搞你那个上个鱼呢？现在我们这个身子看不出来了。一万发吧。中饭吃饭，现在到来去12亿。这边做，然后让我们的技师去拿军征服。根本来得来到我啊，我在那边去啊，我不能给人家看的，我只能给老刘看，知道。也是耶，这是个衣服啊，好啊，你出去。哎，我是小我拿我去的，那为那个对，为那个哦，就我还比较抠个，瑜伽不来噻。听话点，我看嘞，我看着毛巾来着。先开门啊！哟，搿不得你在跑来个上来是吧？那是个必须发在毛噻。哎呀，搿么现在我进去的哇，太热了，你给我温度调节，晚上吃不下也中暑的。这个啥人嘛的？避开热嘞，我哪觉得现在热？已经渗透到你的脏腑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5脏6肺在发热。对。哎，那觉得这个困了地热，太冷我了。从大人还是弟弟在热，再烫才行。我别看我热打了发香，从个发来，看上去还是蛮香人了还哇。2个多钟头哇，没上头啊，感觉这是把你叮咚咚，要自己炸药没回。